主后2024年5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知影家己软弱就谦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5章1节到14节。我做长老，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有份伫伊特别显现的荣光。我甲恁中间平平伫做长老的人苦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眷顾，毋是勉强，是照上帝旨意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做因的模样。安尼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当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荣光的华冠。相反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，恁大家着谦卑相对待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是允予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恁着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谦卑，伊到时就会甲恁高升。恁着将一切的看路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的对敌魔鬼亲像在吼会使，世界在找通吞食的人，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。因为恁知全世界的众兄弟姊妹，拢在经历同款的苦难。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。伫恁暂时受苦以后，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，赐恁气力，互恁坚固徛在。愿权能归乎伊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通过忠实的兄弟西拉，我写即张短短的批互恁，来勉励恁，搁见证这是上帝真实的恩典，着伫即个恩典顶面徛在。踮伫巴比伦甲恁边边受敬重的教会，甲恁请安。我的囝马可嘛甲恁请安。着用听的三针互相请安。愿平安归伫恁所有伫基督的人。知影家己软弱就谦卑。某主日礼拜结束后，就常常伫国教派教会传讲的朋友欢喜得甲我分享，伊去一间真特别的长老教会。朋友前往的即间教会是由多元族群组成，所以礼拜的听词是用大多数信徒会晓使用的华语为主。迄间教会的礼拜分2场，其中上大的无共是敬拜的音乐风格，毋是语言。伫第一场礼拜中，会众要吟唱长老教会传统的台语圣诗。第2场礼拜是热烈地唱敬拜赞美诗歌，甲伊印象中的长老教会完全无共。互伊感受上深的是，即间人数近100人的教会，各年龄层的人数真平均，而且彼此气氛融合。朋友透露，伊捌伫真侪长老教会传讲互师界，常常感觉教会世代之间存在着隔阂，搁有断代的危机。总是伫即间教会看到较无共款，信徒之间融合的关系，真实见证上帝的荣耀。彼得伫咧讲到彼此相听、考验
和受苦了后，煞接伊请求教会长老毋通用权力压制信徒，是爱做好模样。伊阁吩咐少年人爱顺服长辈，彼此爱用谦卑束腰，互相服侍。这若像透露电动时教会也有世代继续的现象。若是谦卑是彼得提出的解方，谦卑是基督信仰团体会当行出帝国权力宰制的境界，用真诚彼此服侍的基础。所有人伫上帝面前，对家己的命运拢是全然无法度掌控的。人检测会当锻炼体魄，却无法度改变人的衰老的事实。人会通修炼素养，毋过学通疗伤别人的反应。人会通制定未来的计划，毋过无法度掌握明仔载会安怎。伫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，咱人一律平等。对伫无法度掌握世事的感受，真容易互人感觉焦虑。总是认捌上帝人，即种感受反倒带出平等的关系。因为上帝关心人，阁有足够能力保护人，而且根据上帝的应允，人的生命绝非空虚、短暂无意义的，反倒是上帝荣耀创造的一部分。当时机成熟，上帝要用伊的疼甲公义更新这个世界。因为安尼，强感生命的渺小多变，互人搁较会当因为处境类似就心生共鸣。这份自觉软弱的体悟，就带出信徒间紧密的关系，也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。笔者捌受大专生团契邀请，谈安怎陪伴青少年，搁讲到青少年的信仰困惑，怀疑上帝是毋是真正甲咱同在？读经祈祷感觉无聊，阁无实际。甲上帝放伫地板，报道者看到伊。我知晓上帝的话，毋过做袂到，等等。连大专青年伫教会带领青少年，拢拄着这个问题。时代的转速真正变真紧，详细看这个信仰困扰，应该是无分年龄和族群拢会拄着。原来咱安尼无共，毋过阁真类似。若安尼，就互咱共同的软弱、谦卑，成做彼此的伙伴。默想，我甲我的信仰群体之间，是毋是一种平等互疼的伙伴关系呢？我甲我的信仰群体之间，是毋是一种平等互疼的伙伴关系呢？做伙来祈祷，全知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帮助我和信仰伙伴真实信靠你，会当真诚谦卑，揽抱彼此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